昨下晡差不多2点半左右，新北市深溪一间电子公司的仓库带导火，现场有放差不多7000挂粒的锂电池，因为温度真悬，佮一直烧，消防人员的规暝拢去喷水降温，这个味是有够臭。这包括新店、中永和，甚至到台北市的信义、中山区，拢有人闻到塑胶味，甚至有人引起这个下肢喘嗽。这个代志嘛惊动湘北市的市长。大火一直炭烧，乌烟呛甲真悬。新北深溪仔电子公司仓库伫昨下晡2点熊熊着火。加一暝，消防人员由原继续救水线来灌救。火会这么歹拍花，就是因为建筑是联动的3层楼，电真济灰抓生活的地下室先着火，所落来一路炭烧到隔壁栋，厂房内大概7000粒锂电池，因为高温佮一直烧起来。消防人员将近24点钟落力钻水降温，炭烧的面积估计破1000平方公尺。没错啊，因为它这个属于塑胶类跟纸类，所以塑胶类烧起来啊，味道很重。全部封锁了，然后电也停了啊，所以也没办法作业停摆了啊，就全部停止上班了啊。白烟一直冲出来，加上塑胶含锂电池着火了后产生的臭味，让新北市长侯友宜赶紧走来关心。目前监测出来的内容物里面并没有制成戴奥辛，不过我们还是要密切的关注啊。虽然讲监测的数字无问题，也不过火灾现场为深溪仔浓烟一直弹出来。新北包括新店、中永和，甚至连新庄3店铺拢有民众反映。当然，台北过来行政区拢有民众讲闻到臭味。台北市长张万安也讽质疑讲，是不是环保局的动作上班？当然，第一时间环保局先跟新北联系，了解状况，怎么样能够很清楚，第一时间向所有市民朋友说明清楚。我想这个是我们会来改进，而且未来可以做得更快更好。大火嘛影响到餐饮业者，因为无人甲将炊烟放落去食饭，空气中的臭味嘛，互民众困袂去，甚至有人喘甲挂急诊。湘北市府动起来，希望会当赶紧恢复正常生活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